嗱，成日話香港咧唔係一個單車歡迎嘅城市，喺屯門就發現一條超闊嘅單車徑俾你啊！呢度就係翠玲花園嘅私家車入口，隔離咧就有條超級闊嘅單車徑啊！會唔會係全香港最闊嘅單車徑？咁我哋試下行呢條單車徑，睇下去到幾遠先。好，我哋正式開始呢條超級闊嘅單車徑。相信以前係行車㗎嘛，馬路嚟㗎嘛，以前呢條路。翻去睇下，抄翻啲舊地圖先。哇！咁啊，沿住呢條單車徑，咦，開始收窄咯喎，前面。我切！開心咗一陣，開心咗一陣。咦，睇下先。哦，好短嘅啫，原來呢條單車徑。轉個彎咧，呢度就已經係終止。真係香港啲單車徑嘅設計真係要舉晒中指啊！呢度就係全香港最闊嘅單車徑。短就一般短啦，更短嘅都見過嘅嚇。但係闊咧就真係好少見啊！咁闊嘅單車徑。呢度係屯門公路啱入到嚟，差唔多見到友愛村嘅位置啊！翠玲花園嘅隔離個記錄就係咁啦，純粹係 just for fun 咁樣記錄咗一個。嘗試落街揾翻啲舊嘅實體地圖，睇翻幾十年前街道嘅安排係點樣先。上翻呢個政府嘅 HKMS 2.0網頁，繼續喺呢個政府嘅資料庫嗰度尋寶一番啦。而家即將帶大家回到未來。首先我哋要鎖定一下單車徑嘅位置咧，喺地圖上喺邊度先？就係位於呢個友愛村同翠玲花園之間，黐住黃珠路側邊嘅位置嚟嘅。亦都比較易認嘅咧，就係有一個輕鐵路軌嘅掉頭轉彎圓圈路軌。咁整個翠玲花園咧都係填海得翻嚟嘅地啦，所以以前咧單車徑嘅位置其實就係始祖級屯門碼頭嘅位置啦。呢一點咧可以從一本超舊嘅售樓書得到佐證。畫面見到而家呢個咧就係富麗大廈嘅售樓書啊，由和記黃埔發展1982年5月落成入伙嘅富麗大廈啦。咁相信呢份售樓書就大概係1980年度啦。睇到啲好有趣嘅嘢就係咧，發展商咧就簡單咁 draft 咗一個屯門區嘅地圖出嚟啦。地圖下方嘅咧就係始祖級嘅屯門碼頭啦，有來往中環、佐敦道同美孚嘅船嘅，犀利。點解要提屯門碼頭呢？因為我哋今次講嘅呢條單車徑呢，其實真係好近以前嘅屯門碼頭噶。咁啊，眾所周知啦，友愛村以南嘅地呢，全部都係填海出嚟啦。所以隨住填海工程發展呢，舊時嘅屯門碼頭呢，都經歷過唔同嘅位置噶。喺呢個1984年7月24嘅航空圖就清楚睇到啦，屯門碼頭就搬過咗少少啦，而且都有一個巴士總站作為配套。相信當年好多居民咧都係靠呢個水路咧出去市區翻工嘅，所以我相信有好多人咧對於呢個臨時嘅屯門碼頭咧都應該有超多嘅回憶啊。講翻條單車徑先，單車徑其實本身係屬於豐安街嘅一部分嚟嘅。咁早建於1985年呢張地圖咧，豐安街已經出現咗啦。呢個應該相信係豐安街最早嘅面貌啊，因為之後咧豐安街都有改個樣嚟嘅，而中間係冇 S 彎，完全直線咁樣拉翻去鄉事會路啊，好似話係急就章咧要疏導嗰個巴士總站嘅車流啊，所以就有呢一段嘅豐安街出現啦。呢條路設計相當之獨特啊。到咗1986年啊，填海工程就繼續啦。本來直線嘅海岸線咧就填多咗一笪半圓形嘅地出嚟啦。1987年嘅7月啦，豐安街就進一步變樣，應該知道輕鐵將會喺呢個位置有一個掉頭路軌，豐安街就被逼要走 S 型啦。呢個時候豐安街都仲係連接住呢個鄉事會路嘅。1987年嘅10月啊，舊屯門碼頭咧已經冇晒啦，應該已經搬咗去新嗰邊啦。1988年咧就隱約見到輕鐵嘅圓圈路軌出現咗啦。
1988年3月嘅填海狀況啊，已經連埋咗老鼠洲添啊！而當時風景園嘅位置啊，仲係爛地停車場嚟添啊！一本1989年簡體字出版嘅地圖書咧，都仲未 update 添啊，仲係顯示緊直線嘅豐安街。1989年嘅2月啊，填海工程8899，老鼠洲連埋咗，而風景園啊，亦都正式開始起咯。風景園下面嗰個長條形呢，就應該係九巴停車場。有冇資深網友可以 support 一下？咁你見到呢，當時 S 型嘅豐安街呢，其實個使用率都應該好高。聽講好多九巴路線都係要行呢條路出入嘅。89年10月啦，風景園就起到如火如荼啦。隔離翠玲花園嗰笪地呢，就曬緊太陽。當時嘅海岸線啊，已經填到係相當似現在嘅模樣啦。應該就係爭幸福花園嗰個小港灣咧，係未填嘅啫。喺呢本1990年出版嘅《香港街與地方》裏邊見到咧，豐安街係呈呢個 S 彎嘅狀態啦。但係唔知點解，同樣係90年嘅《香港街道地方指南》裏邊咧嘅豐安街都仲係直線狀態嘅，甚至乎去到1991年嘅香港街地圖集啊，裏面嘅地圖顯示咧，豐安街都係直線狀態。1992年嘅12月，由於輕鐵路軌嘅出現啦，豐安街咧就正式要與呢個鄉事會路割斷啦。喺呢個1994年嘅香港街道圖書，豐安街咧依然都係有 S 彎嗰段嘅，但係去到輕鐵路軌嗰度咧就應該斷開咗。喺1995年嘅航空圖咧就更清晰睇到係當時豐安街嘅路況啦。其實我最初係揾到呢本1996年嘅香港街道圖咧，先至好 firm 咁樣知道咧，單車徑原本真係豐安街嘅一部分嚟嘅。呢個係1997年豐安街嘅情況啦。當時嘅豐安街就應該係去到翠玲花園嘅迴旋處咧就截斷咗啦。1998年嘅圖則就已經清楚顯示咗豐安街正式完全斷開咗啦。咁1999年嘅航空圖咧就見到咧，該 S 路段咧就已經展開工程啊，可能就係準備起單車徑。但係喺呢個1999年嘅屯門市鎮地圖一書裏面咧，佢顯示豐安街依然都仲係連埋嗰個 S 彎。到咗2001年咧 ，S 路段咧就又有工程展開，唔知準備係起咩啦。2002年嘅屯門市鎮地圖一書裏面咧，就正式咁樣顯示有豐安街冇咗 S 彎嗰段咯，仲顯示有一笪綠色嘅排球場喺度添。咁即係話已經成為咗休憩用地啦。2003年呢個航空圖影得仲靚，有樹有得打波，有條深灰色嘅單車徑出現咗啦。到咗2005年呢條超闊嘅單車徑就終於誕生咗啦。當其時咧係用紅色嘅設計嘅，唔知道有幾多街坊啊？你細個嘅時候係咪喺呢度學踩單車嘅呢？好啦，今次呢條單車徑嘅尋根究底呢，就係咁多先啦。揾一條咁短嘅單車徑呢嘅資料呢，真係好困難嘅，個範圍太細啊嘛。咁所以呢，喺呢個資料搜集嘅過程呢，都相當之有趣。下一次條片呢，就會同大家分享呢個搜集資料嘅過程啊。再見，拜拜。歡迎分享、讚好、留言，當然係最好嘅訂閱埋我嘅頻道啦。歡迎加入會員支持本頻道營運，亦都可以 Super Fans 請我飲杯咖啡㗎。下次再見，拜拜。